就嚟到太古里商場啦，咁啊同屋企人食牛奶，食海鮮自助房喎。樓下咧就買咗呢杯牛油果酸奶，個牛油果同酸奶個 balance 好正嘅，跟住甜度又好適合香港人。咁但係咧，我見到頭先有人有2杯外賣，嗰啲字我睇到啊，佢哋用咩淘寶閃購嗰啲優惠券，跟住一杯淨係1蚊，一杯要14，咁我就覺得突然之間覺得冇咁好飲。入去嘅第一印象非常好，裝修靚，空間都夠大啦。但當你仔細觀察，你會發覺地下比較污糟啊，仲有啲油淋淋嘅感覺。地上仲有啲小垃圾啊，好明顯就係打掃得唔夠及時，俾人感覺有少少 hea 客咁啦。海鮮嘅種類好多，好新鮮，質量都唔錯，咁但係清潔上就真係麻麻啦，有啲洗唔乾淨感覺，俾人感覺就唔算特別用心啦。咁刺身呢度方面咧，除咗三文魚之外，其他嘅感覺都唔係特別新鮮，有少少塌塌地嘅感覺啊。咁除咗海鮮之外咧，其他嘅食材都比較少啊，尤其係想打邊爐嘅其他配菜比較少啦。每一碟得個2-3件，甚至乎有時一粒丸咁樣，都唔知佢想點。老老實實呢個唔應該喺自助餐食嘅嘢呢，沙律醬配合炸物嘅油香呢，的確令我食飽咗。邊爐肉檔呢度真係唔係好掂啊！想食火鍋，除咗啲手切嘅牛肉絲之外，完全都冇其他嘢嘅。不過好在生蠔嘅品質都算唔錯，打邊爐都可以食。熟食區亦都好大鑊啊！首先係種類比較少咯，因為本身佢除咗海鮮之外就冇乜嘢食。海鮮食得厭嘅時候，你想食肉或者食其他嘢嘅時候呢，你會嚟呢度揀啊。咁但係呢度嘅選擇並唔多啊，出品又比較差，會覺得自己真係好蝕底咯。食物質量永遠都係啱啱好合格，整體比較油膩啊。佢成間餐廳都有一種設計，令到你唔會攞咁多嗰種計算感。烤榴蓮味道算 OK。佢呢度最搞笑就係佢一碟入面淨係放一2粒，當你想攞得多嘅時候，你會將幾碟放埋一齊。我覺得呢間餐廳成日都用破壞你嘅用餐體驗，令到你去攞更少嘅食材，呢一點會令到我非常唔開心咯。不過三文魚嘅質量咧其實都唔錯嘅，備貨比較充足，雪糕啊比較有少少山寨 feel 啊，覺得連自己都有種山寨味啊。三文魚嘅味道好食嘅，咁但係未去到好驚豔咯，完全對得起呢個價格啊。咁我哋香港人的確係比較中意食三文魚嘅。你話佢勁正講唔上啦，我覺得壽司味道比三文魚好少少。咁當然壽司唔係好正宗啦，純粹卡路里炸彈啊，各種嘅炸物啊、沙律醬堆埋一齊，令到你有一種肥膩嘅滿足感。所以見到中間我都勁飲可樂啊。呢度嘅海鮮咧蒸完之後可以慢慢食噶嘛，唔限量啦。種類都的確比較多嘅，算新鮮，但係真係洗得唔乾淨，仲有啲地方有沙。怎麼樣？還不錯。1分到5分，評幾分？幾分及格2分吧。2分。OK， 好，吃一口吧。好吃嗎？哎，很難解釋。我最近有幾個視頻蠻火的。對啊，清水，然後放海參下去煮的，然後對，這個顏色啊，對。佢中後仲有個賣點嘅就係佢啲人會送一個榴蓮啊。如果你中意食榴蓮呢，可能你會覺得物超所值嘅。於客人喺離開收尾嘅時候呢，佢用呢個方法去拉高用戶體驗，令客人有一個比較好印象。我嚟食飯啫，又唔係嚟宮鬥。佢俾我感覺就用咗所有嘅時間、所有嘅心機嚟諗點樣營銷。